新竹有母语团体特别规划活动，带囡仔用台语斗阵做伙来做芳。透过活动，除了要让囡仔了解珍惜食材，嘛当哪做哪佚佗，让囡仔对日常生活开始自然来学台语、讲台语。芳茶咱呢，就趁是无注意的时阵呢，偷偷钻入去店内底哦。恁敢有看到伊米粒堆？趣味的台语故事，囡仔听甲笑嗨嗨。老师佫透过图片来教大家各种无共款的芳台语安怎讲。盐壳子芳、白心芳、咖喱芳，做这种好食的芳的哦。新竹母语团体拜三举办台语活动，利用佚佗的方式来让囡仔对活动中大家做伙讲台语。教台语放伫咧生活中啊，毋免讲特别爱教，就是用台语咧过生活，安尼足好诶。我感觉真好啊，因为就是会互囡仔感受到讲，原来这台语是会当用伫各个所在，对，就毋单是伫厝里，对，外口嘛会当用。除了有芳的故事会当听，活动佫特别教囡仔利用俗芳，家己动手做出好食的芳料理。芳内底有啥好无？你甲我介绍一下。芳岛有这个玉子芳，啊，甲家己做的芳好食无？好食。母语团体指出，来参加活动的大部分拢是幼囡仔，所以透过耍来让囡仔学台语是上自然、上好的方式。因就较袂排斥讲。想要讲台语这件代志有，但因为有当时咱伫厝家囡仔讲台语，伊会讲你莫讲台语，你讲国语就好。啊，毋过你若含伊用耍的方式，用游戏的方式含伊耍，伊就会较愿意接受。透过丰富趣味的活动，除了同齐度过一个欢喜的早起，嘛对佚佗的过程中，大家小少来讲台语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